昂坪360同迪士尼兩大香港人氣地標首次合作，快啲跟住 Yolanda 同 Grant 嚟睇下啦！6月21日開始有11架香港迪士尼20週年主題嘅水晶纜車，設計靈感都係嚟自於香港迪士尼樂園開幕以嚟最大型嘅20週年全新巡遊表演——迪士尼好友巡遊派對。除此之外，昂坪市集圓形廣場更特設5.5米高嘅米奇同好友20週年主題裝置。涼亭前面都有 Duffy 同好友20週年主題裝置，大家記得都要嚟打卡啊！